咱平常时啊，两只有另外一个手其实伊袂受气，吼啊，所以咱尾仔研究出来一种材质的手是上好，互咱的技术啊期盼的。要看嘛是虾米材质无？来，伫遮是虾米的感受一下啊？看得出来吗？蒙蒙的啊，看出来，哦，真的看出来。是虾米动物？对，动物的一种。那是吉娃娃，你吉娃娃，就嫩的呢。就嫩哎。是虾米动物的？要要看卖无？是狗吗？狗，是狗吗？狗的吗？是狗的吗？你就等。你感觉咧？这种通常拢是喙手。鸟啊，鸟的喙手啊，鸟的喙手。哎，咱讲这个叫做鸟仔手。啊，咱鸟仔手其实的用途要互伊期盼的，就是让这只乌龙啊的下头。所以我有准备一个影片，互大家来看，看这个部分当时安怎来弄。你看伊的喙齿，哎呦，就开呢。尖尖的边啊两支，伊有伸出来这啦。啦，这你来看这。哎，真正是安尼两支足尖的呢。恐怖呢。啊，不过平常时啊，你家咧，伊袂甲你夹，伊是伊咧起拍咧小夹，就是伊的地盘咧整的时阵，伊才会开始要小夹这个动作。